镜头登来到国内，代替今年挂牌改制公司法，第一季的收入是比去年加8.46%。不过受到0403大地震影响，有几内路段是放慢火车的速度，地需代替有慢分的情形，就要等到7月路线恢复，才会恢复正常。另外，今年代替是多元经营，要推出更较侪商品。代替企业工会嘛提醒代替，员工的工课变多啊，人力就要赶紧保护到。以代替新型观光列车做设计概念，飞海的外鸭仔会当各利用。代替公司化了后，要拼多元经营。今年便当节，53个参展单位，日本出名的铁道公司嘛远路来参加，去因铁道迷透早就来排队。是去年的7月9号正式首航的 Special X 的便当，而且是在日本已经上市出来了。我为小孩子来排的。对，小朋友是铁道迷。我们估计今年我们便当的销量也是会破1000万个哈。那但是在便当的品质以及便当的种类，我们还会再做精进。代替正式加入第137年，元旦挂牌改做代替公司了后，第一季营收78.42亿，平均每天旅运人次是66.27万人，拢比去年成长。若是提升准点率，是因为花莲4月初3强烈地震的影响，目前真侪路段也需要慢慢啊开。代替是讲目前以安全为主，准点率会伫7月路段有修理好了后，就会提升。代替企业工会讲，公司化了后，业务多元，旅运人次一直增加，新车原来持续到位，人力也是一个问题。人力要负责这些的时间带的一个维护的情况下，几乎啦，真的都超时在工作。毕竟来讲的话，我们去年总共退休了1000多人，以现在目前禁用人员当然是严重不足。对这代志，代替公司是讲，下半年会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甲司机员的增补。若是各界所关心29年无调整的票价，也伫下半年进行研究，提出方案送入董事会来讨论。目前也无时间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